知名 YouTuber 浩浩陈姿明于昨13日晚间开时宣布，明日2月14日情人节将与去年底刚答应他求婚的准老婆歌手邓福如登记结婚，当场闪瞎一大票网友。浩浩在去年年底于日本东京迪士尼的小灯塔向女友阿福求婚成功，随后阿福也在个人脸书晒出戒指，填喊我愿意。昨13日，浩浩在 YouTube 进行情人节节目，帮网友打电话向喜欢的对象告白。而在节目尾声，他与阿福通了电话，两人也透过电话和观众预告明14日有个小惊喜要向大家宣布。与阿福通话结束后，浩浩终于承认就要和邓福如登记结婚，明14日天邓太太就要变成太太了，让正在收看的网友瞬间被闪瞎，纷纷留言表示祝福，也有单身的网友开玩笑留言表示叛徒，阿福是我的，我不能接受。去年末，浩浩宣布求婚成功，并将求婚影片上传，只见浩浩以拍影片为由，在迪士尼某处角落架起摄影机，骗阿福站在镜头前，接着拿出一把乌克丽丽，紧张地说我要唱一首歌给你听。阿福看到浩浩准备自弹自唱，立刻察觉异状，忍不住激动落泪。原来阿福曾说过，如果被求婚，想听500爱你1万年这首歌，于是浩浩事先练习，现唱这首歌向阿福求婚。最后，浩浩拿出钻戒，单膝下跪，说出一段感人的告白求婚。邓福如听完求婚后，也立刻答应，流下感动的泪水。